后来乡亲啊，这个婚林斗六市农会复建会积极推动着学校的实农教育课程，专工带囡仔到竹行去熟悉着各种的笋仔，同时嘛教囡仔安怎来挂笋仔，让囡仔更加来认捌着在地农产。它比较绿，像这种我们一般交到那个中盘商那里，它这个就拿来做加工的。这是大家头一摆来顶园参访，虽然有真侪蠓仔，阁有虫，不过趣味的活动，让大家感觉真好耍。今天在这里学到了，如果没有盖塑胶布的笋子，它会很苦，它晒在阳光会很苦。我觉得跟人超累的。怎样很累？就是那个时候一直推来推去，而且手很酸。苏建会讲师嘛向大家详细说明安怎种竹笋、肥菜收购竹笋的分级，让大家熟悉更较侪在地农产。农会办这个世建会活动，跟我的理念其实是非常一致的。我们希望。小朋友从做中学，希望透过这摆亲身来顶园的体验，让学生有一个快乐和难忘的印象。未来苏建会嘛希望更侪实农课程，要带大家做伙来熟悉家己的家乡特产。